感恩魔法100日挑戰第19日。今日我嘅目標係要返學玩。咁樣我可以食嘢瞓覺，可以急薯薯，可以屙薯薯，可以忍，可以同佢哋玩。我今日嘅目標係要創造空間，我好感恩啊！可以好開心，可以好有趣，可以好有活力，可以有手有腳，有得呼吸，有屋企住，有床瞓，有嘢食，有嘢玩。好感謝阿仔陪我拍片，好感謝我老公陪我玩，陪我上大陸，好感謝我媽媽陪我睇戲，好感謝我嘅朋友陪我一齊計劃，好感謝我嘅老師同學生同我一齊玩，一齊努力。感恩魔法令到我哋生活得越嚟越有趣。你真的是。拜拜。